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嘛，常常讲到食甜食咸，臭卡皮黏，这个意思就是可劝人食物件爱有giảm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咸，果盐咸第5条。咸是形容物件盐分伤过济滋味，伤超过，咱讲伤咸。形容足咸，会当讲是死咸、重咸、咸笃笃。颠倒变的词就是正，形容物件无滋味，咱讲是无咸无正。某人讲是无咸无咸，结果某人爱食咸酥鸡，抑个形容人生有寒有热，有艰苦有快活，咱讲是咸酸苦正，某人讲咸酸苦涩，抑个外来品或者是捌出国的人，咱讲是过咸水，因为海水是咸的，抑个咸嘛当形容一个人真冻酸真气质，咱讲伊足咸，意思就是这个人是吉拉哥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试咸者，会当讲是试滋味，嘛会当讲是试经验。第二个词读做咸淡，这是形容咸的口味拄拄啊好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老母煮菜煮好，拢会惯势成试咸者。若是无咸无正，就会搁再掺盐，互囡仔食到咸淡好滋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咸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